大陆冷气团扫台湾，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下暗到8日透早可能会达到-6度。有民众想要拍电锯，甲土滚丝外离电池换掉，想要到电池烧起来，差一点造成火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0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静。新闻头起先来看强烈大陆冷气团扫台湾，今仔透早新北石碇温度上低干那7度5。气象署针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虽然日时出日头有较温暖，不过下暗到明仔载8日透早温度可能会达到-6度。经过一暗极冻的天气，树顶涂骹拢结一层的冰霜，玉山北峰山顶拢白茫茫，顶山区拢比较悬的所在，欣赏这景色。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今日透早玉山北峰气温达到-8.2度，应讲是真寒。在里全台也是冷机机，透早本岛平地上低温伫新北市的石碇7.5度，金门县金城镇今仔出现4.9度低温。气象署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包含新竹县、苗栗县拢有可能有6度以下气温发生的机会。入夜了后，到明仔透早更加要注意，一直到13日时才开始慢慢的回温。也过下来8日就是暗时，是要注意新一波大陆冷气团入来，全台是又过湿又过寒的天气。从周二晚上开始，会有另外一股冷空气南下。那目前来看，强度是来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所以从周二晚上开始，一直到周3到周4到周5的清晨，都是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天气上面会再度的转冷。最近天气真无稳定，嘛要注意健康状况。因为根据消防署统计，2025年到1月11日，短短11天就已经有492人会创伤到医进前心跳停止，在一天更到55人创下新冠纪录，包含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甲肺部疾病发作，恐惊拢甲气温剧烈变化有关系。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刺激你的交感神经分泌压力型荷尔蒙，而导致了所谓的血管突然的收缩。所以提醒大家说，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尤其寒流来临的时候，一定务必做好保暖的措施。医师也提醒，温差变化大，应该避免室外，特别是老大人、到3高病史的民众，拢属有高风险族群。除了爱穿好烧以外，若无爽快症状，爱赶紧互医生看，避免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外岛金门今仔日天气嘛是冷叽叽，人的皮肤感觉是无到5度。都有3个中国观光客无注意到把路的时间，透早7点外调伫咧建公司，到在落尾拢有入起来。谢谢你们，麻烦你们了。去拍到惊爱沙会中国观光客上花了一直说多谢，感谢金门消防局紧急救援。3个人伫礼拜日透早7点外去金门建公司佚佗，不过无注意到调熄时间，差一点仔掉伫遐。那个水涨得太快了，我们想下去的时候那个太深了。接到民宿头家报案，救援人员赶去建公司就帮步道口走找，不过看到把路已经淹到步道随后经过，民宿头家以手机通讯软体微信联系到受困的3个人，确认位置了后，随出动救生艇。因为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迄当时金门户外温度在1度，体感温度加到5度。那3个人掉伫遐伤久，可能有失温的风险。消防人员冒着加温救人。确定受困人员无立即危险之后立即整装下艇，并于8点27分由本局人员将其送回岸上。3名陆籍民众身体皆无恙。建公司方叫做金门版的摩西分海，甲金门本岛离大约600公尺。靠路的时会当行石板步道来去，也毋过把路会将步道淹掉。县府观光处已经伫花节设置告示牌，游玩不时有游客跳伫遐，未来敢是会伫岛上建设提醒也是救援设施。观光处表示会细心考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花莲昨发生一桩车祸，本地掠准死者家己赛车弄树啊，才会不幸过往。后来警方发现一支马库尼亚，才找到肇事者。另外，高雄有驾驶弄到头前的车，因为无有手动倒退路，嘛去弄到后壁店家铁门。这个驾驶毋但无会失的，佮共警直接做伊离开。那个先生帮我们移好不好？消防人员对伤者来进行急救，夜车边热心的民众到店内跟上救护车，三方便救治。不过因为伤势相当，伊原是不治死亡。这伫11发生伫花莲大高线富里乡路段的车祸，原以为是死者家己弄着树啊，经过警方调查，伫现场找到一个破去的巴古米啦，依照线索才找到这个肇事者。现场伤患1名，经救护人员评估后，心肺功能停止，立即
给予 CPR 级高级救命术，并送往玉里龙医院进行急救。那车祸事故相关责任由警方调查中。如果是你驾驶动力交通工具撞到人，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而逃逸的话，法定刑就会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看，已经整个凹进去了。阿算讲，之前发生的车祸，甲铁门弄歹去，高雄大寮在伊也发生肇事逃走的案件，有开车的人用到前车，若无落车下失礼，也过的人慢慢过出车外，而且敢若无救手动啊，车就一直出倒退路，弄到店头的铁门，也搁出拳拍这个互伊弄到的司机，尾仔走离开现场。有种下车啊，人摔了啊，拢车拢倒退路去弄到对面啊，然后呢，冤家啊，相拍。孙然肇事逃逸部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1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又包含歌手柯军开车弄死白班计程车司机，互依照过失致死这罪嫌，关押禁见2个月。加上这2层肇事逃走案件，定定听到造成事故逃走案件，警方呼吁驾驶人若是拄到交通的事故，应该爱留伫现场，随报案等警方到场处理，避免违法甲发生纷争。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看网络影片，想要家己拍电锯，甲涂粉丝的锂电池换掉，想要到规粒电池煞烧起来，实在真危险，加在无造成火灾。提醒乡亲，若要换这款充电的锂电池，上好是找专家斗3工。民众伫家己厝内客厅，要摕掌中型电器去换锂电池，也毋过当咧焊接新电池，电池煞突然清出大量灰尘甲乌烟，也搁伫地板乱窜。这个功率就把它开大。开大的时候点就啪，它有冒火花，然后就第一次冒火花还没，然后第2次一点的时候，它就啪就开始喷火，喷火以后你要抓的时候它就开始窜，一直窜。有信社表示，因为电器电力不足，所以就望看换电池的教学 DIY 换电池。也毋过因为电焊成功率调伤悬，锂电池防拍烫过去才会导火。有信社迄当时伤紧张，就用手去掠，正手掌规个也去烫着伤，而且水甲灭火器拢无法度将火拍花。最后只会当用淡薄仔盖电池，等伊烧完。锂电池发生火灾的时候，它的本体温度都会上100度以上。所以它本身是很烫的物品，那民众的第一个反应大概都想要去拿这个本体，因为起火了，但这是错误的。消防队表示，锂电池防弄击、擦烫过，当时拢可能导火烧起来。小型的锂电池导火会当泡水降温，那中大型的锂电池导火，唔通想要甲刷叮当，爱随通报119，搁爱离锂电池较远的。基本上我们电池在设计上应该都是蛮安全的，然后。那但是如果外力的破坏，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画面上，如果它在拆装上面如果有正负极短路，那这个就有可能会让它产生爆炸的燃烧的危险。电池专家建议，因为真侪小型家电用的拢是锂电池，那需要换也爱找专业店家，因为民众设备甲相关技术不足，千万唔通家己来换，避免发生危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后礼拜2是韩国宪法法院针对总统尹锡悦弹劾案的第1届正式庭审。不过尹锡悦这边讲，因为安全的问题，应该袂参加。尹锡悦表示，因为犯罪调查处和警方想要执行违法的逮捕令，指出尹锡悦有安全的记录，所以只要解决人身安全甲警卫问题，尹锡悦随时拢会当出庭。根据韩国的法律，当事情唔出庭，法官就无法度审理，就要决定新的日子。若伫咧新的出庭的日子，唔管当事人敢有来，审理拢会照常。法国的东部2台电车伫崩坑内底烧动，因为其中1台若像是失去控制，向倒退路，才会去弄到另外1台挡伫咧月台边的电车。若有车厢门飞出去，电车嘛败马，上无有50个人受伤。一个个一个单价工厂救护车，车头内底阁有医护人员在咧向乘客问详细。法国东部城市史特拉斯堡伫当地11接近下晡4点的时阵，发生2个列车伫崩坑内底烧动的意外。一个电车疑似失控，紧紧把旧弄到停靠伫火车总站的另外1台电车，互电车乘客是真惊吓。J'étais dans le tram à l'arrêt, un tram qui arrivait en marche arrière à fond, qui a priori un problème de frein et qui a dévalé la pente en marche arrière des Halles jusqu'à la gare centrale et qui nous est rentré dedans.
因为烧龙的力量伤大，两个列车拢出现车体损伤，其中一个列车有爆裂的状况，造成所在人受伤。伫列车烧龙了后，一寡车门阁互弄飞，互乘客惊到赶紧走离车厢。部分乘客阁落车帮助受伤的人。两个电车的驾驶虽然嘛有惊到，也毋过拢无受伤。警察人员赶到现场了后，是紧急将受伤较重的乘客送病院治疗。On a à peu près une cinquantaine d'urgences relatives qu'on appelle, avec des blessures qui ne sont pas vitales, des plaies au cuir chevelu, une fracture de clavicule, une entorse au genou, des choses comme ça. 法新社报道，事故发生的车头是除了法国拍的车头以外上无用的车头。在1998年，慢慢发生真小型的事故，造成17个人受伤。因为事发当时，史特拉斯堡的市中心在咧发生示威活动，造成电车交通塞车。史特拉斯堡的交通机构怀疑，这嘛有可能是电车无法度保持停车、形成失控的原因。暂时法国的检调已经展开调查，无排除人为操控失误，也是列车设备发生问题。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这几年，中国间谍案愈来愈唔是款啊！咱台湾去年相关的起诉都有64个人，是指控制1年的3倍。而且中国会利用黑道、公庙团体等等，上空上芳试探咱国家单位，甚至搁踮台湾找内鬼，就退伍军人结冤结党，拍算要攻击咱的军事设施。给我说明一下。最近几年，强调安定团公安局在立发布的强调案渗透手法分析报告中统计，除了案件数提升，咱国2021、2022年起诉的强调案人数只有16个10人，也毋过2023年上涨到48人，2024年更加达到64人，更加点出其中有退役军人15人，现役军人28人，显示中共锁定咱国现退役军人为主要目标。警方去年10月查获，这名有帮派背景，伫新北市蘆洲做公庙公主的姓李女子，涉嫌替中共情报单位吸收咱国军。公安局分析，中共利用黑道、大学之争、暗号公司、公庙团体、民间社团等五大管道，透过由退役、求现役、网络教练、金钱利诱，这部协调等4大手法，专面对咱的军事单位、政府机关、亲中组织来渗透，想要取缔国防机密资讯，甲在台发展强谍组织类型网络。甚至介入选举，指标暗访包括利诱，也是协调现役军人所及机密，写效忠中共势力书，也是驾驶军用直升机投降，加透过帮派引进中国资金，支持退役军人成立资格队，对于军事设施甲外国驻台机构做资格任务。诱因可能各有不同，可能有利益的，伪装成信仰的，可能有这种胁迫的手段的。中国它其实锁定的是以特定群体快速组织化。然后便于渗透。在战争期间可能直接要打击的对象还是军人，所以说透过这种渗透啊、分化的方式，来去消耗这个我国国军的团结啊、他的士气啊。学者分析，中共借着金枝来城宗教活动，针对咱国军渗透，一方面希望试探机密，另外一方面也想要打击民心士气。无论是国军官兵还是民众，拢爱加强保防安全意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食到饱的餐厅响信义店标出唱食物中毒案件，暂停营业4天半，今仔下晡阁开门做生理。卫生局表示，怀疑这个个案的症头是乐乐病毒，因为超过24点钟拢无出现新的个案，所以才会批准继续营运。加入手头挂条内来年醋饭加沙西米，所有拢按遵照标准流程，食到饱的名店想象美丰信义店标出敢若食物中毒，累计这就医人数有59人，已经7月开始，互都市卫生局下令停业，一直到12下昼茶时段才重新开门营业。也未到开放时间，消费者都来排队啊！下昼茶原先有订200个，群人客来到城，经过4天半时间停业。台北市卫生局考虑到病人轻松副校诺罗病毒，温总期是24到48点钟，也若最后一个通报时间大约是7到下晡。3日经过24小时，决定放行。想说这么大的集团，他们一定有相对应的措施去处理嘛？当然还是会有一点啊，就是会担心食物可能不新鲜啊。虽然想已经行业也强调内部检查当然无健康问题，台北市卫生局也是立管加强稽查，到底是不是食物中毒案件，由等待检验结果公布。检体检验结果约需1至2周完成，会并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进行最终判定。很抱歉让大家担心了。因为目前的话，我们一切都还在等待相关的调查，我们绝对会很正面、
很负责的面对所有调查的结果。事发了后，小小先提供就医民众800块现金加1000块拄用权来慰问。台北市府是要求必须建议支付医疗费，并且退现餐费的完整赔偿方案。那消费者无接受业者所提出方案，会使提消费争议的申诉。另外，伫台中大理一间连锁猪煎生菜鱼，有民众伫网络上分享讲，食物件食过若脆了后，直接看到一只真大只的家山，原来家己拄食到活伫家山边的鱼仔肉，当时家己看到到底是食袂落，转去厝更加直接落屎。内心很难接受，跑厕所就是昨天到现在，然后晚一点就是有打算要去看看自己的。对这状况，当时店头回应讲，已经先向这消费者了解详细状况，并且无收伊即摆用餐费用，更加说明已经伫1月7号透早完成例行性全面的消毒作业，不过恐惊也是互消费者惊到了。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不少民众开始买年货啊，外地的价销1公斤是起到99块37。农业部要协调台糖增加提供1150只来稳定供应。另外，台北市的地块鸡今年有真侪脱水的食材小可起价，亲像日本的干贝，一斤是比去年贵200块。起司蚕豆酥都可以试吃看看哦。来到台北，地块鸡年货大鸡开始第2天，拄着假日人是有够多。不过有民众讲，说一年来发现今年袂少大会，也是开喙刀这物件价小，敢若拢有起价，拢比去年较贵。因为我们家吃很大量，所以蛮可怕的。对，谢谢今年都不太敢买啊，可能会叫你试试啊，我们就吃，就一称起来，就价格就有点吓到这样。就惊民众买来买，就卖喇叭的业者坦白讲，尽管这进货成本有增加，不过也是无起价来挽人客。延长涨价，但是我还是没给客人涨价，因为我这边卖很久了，回馈老客人，我就不想涨了，就赚少一点就好了。过年节啊，团年食饭大会也是真侪妈妈会买物件之一。不过今年像是日本海带，去年一袋斤大约是45到500块，今年就要600块。另外日本干贝一袋斤比去年加贵100到200块。还佫有像是腊肉也是腊肠，价小波动无大，大约贵20-30块。很多食品都是靠进口的运费的，还有外加工读生或是员工的时薪也有调涨，无形中就会涨在1成左右，这是不可避免的啦。因应这个过年节要到啊，国内毛猪的需求大大增加，车站毛猪价上每公斤这要100块，来到99块3角7。农业部讲13期的协调台糖，增加提供1150只的猪来稳定猪肉供应。不过，甲猪肉伊个大会价销起价，国内两家团说产地价销落价一斤21块半，是7年来上价。比如以前150大概10几颗，现在要150可以买到30几颗。今年比较顺，没有禽流感，种鸡进的太多，蛋量比较多了，红盘价还不一定啦，跟蛋商协商啦。市价协会讲，这月甲两相开两家议价平台，也毋过若是过两继续生产伤多，产区佫无法度加速来减产，过两继续是不是佫失落？也为少生产过两的农民感觉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咱咧看布袋戏甲歌戏，毋若是看台下顶的人顶功夫，这后壁布景下骹戏台嘛拢是师傅画出来的。来看汤园有一个闽南师，15岁就开始学师爷，画布景已经60档啊。伊讲虽然时代进步，布景会当用电脑印，毋过甲安怎比嘛无手工的感觉。所以这个我会感觉最在乎的嘛，最在意的。这把歌戏布景是闽南师30档前的作品，顶面的荧光色水拢是伊亲手调出来的，尤其是顶面的字写了非常整齐。伊讲，甲人的歌戏团的名写好水、写好整齐是上基本的尊重。对每一把布景，顶真是伊60档来的坚持。这要画甲互人去会当满意，当然迄就是上困难的所在。困难的所在，迄要安怎有法度做到人家满意，迄就是咱家己实力啊。闽南师的调色和幼路的手法，每一只人看起来拢真活骨，是业界小姐希望配合的师傅。来自南投的家健是布袋戏团新世界第5团的第3代，伫幼稚园就确定目标要做闽南师的徒弟。不过闽南师惊讲做这道，惊伊趁无钱，一直唔敢收，一直到后来看到家健的天分，才愿意收伊做师爷。我阿金就是推销我推几啊届，但是老师就一直无收。那是我提出我的素描本，老师才勉强答应讲，你1礼拜会使来1天。科技直直发展吼，即马印的嘛，讲实在印的你嘛应该足水，但是佫较安怎水，嘛是无迄个现画、手工画迄种感觉。
闽南西讲，较早因为顾趁钱，加上透早搁爱去因牵手的驴肉搭斗倒驴肉，所以无时间嘛无愿意就电视接受采访。即马到要退休的年纪，看到报警的工课特别失团，开始思考要安怎家己传承落去。即届伊家60档内的作品放伫咧桃园土地公文化馆展览，互大家来看这个手工画报警，欣赏台湾珍贵的手艺。记者陈阿选、谢桂玲桃园报道。推动阿里山林业文化景观登录做世界遗产的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为去年底开始，逐礼拜安排台语课程，唔但有亲子活动，佮为戏出甲歌曲来学台语。水下寮，水下寮。配合教育部的台语书展，老师唔但教台语的念法，佮绍介阿里山林业铁路相关的知识。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举办台语的培育课程，有课程嘛有工作坊。希望透过台语的推广来保存这个语言。介绍着规个火车是安怎走路线，安怎走，离低海拔、高海拔安尼，去爬到山顶安尼。讲咱这个像独立山这个蹦起出，迄个外高起车迄个路线，来介绍，互咱囡仔熟悉讲，对着咱这个透过台语来熟悉林业文化、林业铁路这个内容。除了亲子家庭的工作坊以外，阁有规划用台语歌来学台语的讲座课程。唔但甲拼音，阁为歌词当中学习台文的使用。上课老师讲，以前的台语歌词一寡字唔是正字，就唱台语歌的机会，会当来学汉字甲发音。罗马字是拼音拼出来，这是其实是伫100当中都有这个台语拼音嘛，其实只是可能就一人拢唔知影，所以想讲用这个主题互大家来了解啊。来上课，我感觉有一寡方法，有找着讲我会当来用，会当。譬如讲，我家己要记的时阵，嘛会当较方便来记；也是讲我想要教我学生啊3岁的时阵，就会使摕起来用安尼。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表示，阿里山林业文化是在地的历史，台语是在地语言，所以用推广阿里山林业文化的态度来投入台语的保存。希望透过10活动的工作坊甲讲座，互阿里山林业文化甲台语，拢会当豆啊受到大家的重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做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1度到20度，中部地区6度到24度，南部地区8度到23度。东部地区10度到21度，外岛地区10度到18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稍等，列车继续收看台湾纪事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